即馬民眾厝內底處理這菜尾的做法，攏是當作噴蛋類糞掃車較濟。不過南投縣環保局望會當對源頭來減少糞掃量，所以即擺就來推出補助政策，要補助家庭買噴的處理機。只要是戶口設佇南投縣的家庭，買這噴的處理機，上懸會當補助5000塊。因應非洲地震，政府已經宣布，對明年開始全面來禁止用噴來飼豬，攏要當做糞掃來單掉。有的家庭就會去買噴的處理機，把厝內剩的飯菜變做肥料。有的家庭出去就一大包，其實也蠻麻煩的。當然是現在的比較方便啊，它是乾燥化嘛，轉化成一個有機肥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廢物利用。因為這若飆出去，這嘛是造成困擾。咱若家己做肥來用，嘛是真環保真好啊。毋過噴的處理機無俗，一台攏愛成萬塊，俗的嘛愛7-8千。有一寡家庭想要買，啊煞買袂落手，配合着明年度開始禁止用噴來飼豬的政策，加上希望糞掃來減量，南投縣政府推出家用的噴的處理機的補助，望透過補助降低民眾買機器的負擔。一戶補助一台，上最會當補助5000。那如果能夠透過家用處理機，在重量跟體積上都可以大為減量，所以我們到10月30號為止，補助每一戶的鄉親，只要你有購買家用處理機，我們會補助你購買的金額的49%。上懸到5000塊，所以你若是買一台1萬塊的機器，阮就補助5000塊。噴的處理機甲厝內水果皮、抾菜無礙的菜葉仔、剩的飯菜加雨水乾掃。南投環保局表示，對源頭減少糞掃的量，會當減少清潔隊後壁處理的負擔，佫會當甲噴變做資源，甲廢棄物變烏金。記者洪英修南投報道。